樂倫關注組，消暑好味道。番薯葉滾鹹蛋湯。3到4人用量嘅材料包括番薯葉150克、鹹蛋2隻、生薑3片、水1.2公升，約5碗份量。做法：首先將番薯葉洗乾淨，將鹹蛋的蛋黃用筷子夾碎，與蛋攪拌均勻。在鍋中加入清水，冇火滾沸後，先下番薯葉，再將鹹鴨蛋慢慢傾入煮熟，下鹽油便可。呢款湯功效喺清熱氣、降熱火。煲湯小秘訣：預防太鹹，鹹蛋已有鹹味，落鹽前一定要試味。可加入皮蛋、金銀蛋和瘦肉，能顯著增加湯的鮮甜味。注意事項：番薯葉屬高鉀蔬菜，慢性腎臟病患者應避免大量食用，若食用前建議先焯水。